后来乡亲啊，咱就线来看这个台中台里一栋社会福利大楼，为着要因应着到时阵停水可能会拄到的状况，今仔日是甲抽水莫大甲关起来，提早来体验着停水会发生的问题。咱就来看这个规栋大楼300个人用水量真大的托婴中心，40个婴幼儿安怎来度过停水的一天？ 哇，好多人，对不对？大这块囡仔要食点心进前爱先洗手，要不唔是用水洗，伊是拢喷大洗手水，因为因伫无去讲，若停水时要安怎处理。当纸巾仔变成真重要的物件，托育人员会用这纸巾仔替囡仔切喙，还是切尻川。另外，用过碗箸卖切过了，互家长赶回去洗。 会担心说小朋友在这边没有水可以用吗？应该还好啦，因为喝的水的话，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自备过来。因为水道底有电，会使替托婴中心省水。其实规间托婴中心除了水台的水，伊嘛加欠4大桶200立的水，这准备拢是为了4月7日起。 送水5天，停2天的限水措施，规栋社福大楼，包括长照中心、托婴中心等等，总共300个人，因提早演练，实际演练发现讲，一天要用7桶的水。 2天的话，目前是够的，但是因为我们也会很担心，就是礼拜4供水的时候，如果说水的输送没有办法马上进来的话，目前剩下的一个供水量大概还可以撑过大概半天左右。 社福大楼人较侪，就惊讲真正禁水的时无水通用，特别是托婴中心，囡仔啉牛奶、七身躯，这拢爱水。提早演练，才有到了解讲，一天实际用水量，嘛才有到知影讲爱欠偌济水。